尊敬的民考汉朋友们，大家好！我继续翻译《不用担心，勇敢的活着》这本书。如果想要保护自己的胃肠道，最主要的是不用担心任何事。如果你每天过着担心的生活，你就开始不安。就这样的话，你的免疫力就下降，开始容易出现感冒等之类的疾病。睡觉、听音乐、欢笑、聚会，再加上最主要的是保持睡眠的质量。如果你遵守以上的那些事儿，你就过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大夫的心脏病患病率比农民的高于20倍左右。看这个统计数，我们可以想象到大夫们为了自己的职业付出那么大的贡献。经常过着紧张的生活的人，容易患痛风和关节炎等之类的疾病。这种生活长期继续的话，就会麻痹性疾病的可能性更大。在尼鲁讷鲁大学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有名的医生罗索欧西斯西路是世界上有名的关节病专家。他总结了有关关节疾病的主要原因是以下4点：一、夫妻两方的任何一方突然遇到的遭遇；二、经济上发生的不幸，或者每天过于的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三、孤独或者后悔；四、长期保留憎恨。在生活上，对女性来说，最大的敌人是长期继续的担心和不安。如果这样的状态长时间继续的话，女性容易变老。这种情绪会带来失望感、不幸感，然后就颜色变苍白，面部容易出现和增多皱纹，头发会容易掉，更严重的话，头发全掉就变成平头。精神上受到打击的患者，尽可能少量的活动是最好的办法，比如说钓鱼、散步、慢跑、跳舞等。就这样尽大的努力下，不要想或者忘掉过去的悲伤的事儿。自卑、看不起自己的能力和技术等心理上的障碍，会引发各种神经上的疾病，比如说忧郁症、焦虑症等等一系列疾病。很多人认为心脏的功能24小时不停地工作，其实心脏每次收缩的时候也会短时间的停止或者休息。如果1分钟心跳数平均70次的话，一天24小时之内心脏的工作也不到9个小时。所以可以明确的说，心脏的一整天休息时间大约15小时。很重的忧郁症或者焦虑症病人的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这些病人把自己的苦诉和烦恼勇敢地说出，向自己最信赖的或者相信的亲属朋友。关于睡眠的问题或者睡不着的问题，
治疗睡不着的有一个好的办法，这个方法是尽量做体力劳动或者激烈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快跑、爬山等。这些运动后体力会下降，你就会自然的睡觉。如果你得了很重的不眠症，请严格的遵守以下的规律，你的不眠症治愈的比率很高。第一，如果没有睡意，就是说没有感觉到睡眠的气氛，就离开你的床。离开床后读书，做你最喜欢的事，直到感觉到发困。第二，可以明确地说，世界上没有人因不眠症而死亡的。对这个睡不着概念上的恐惧感是比不眠症更可怕。第三，把你的肌肉尽量放松，身体上的肌肉放松后，你的思考和神经自然会放松的。第四，不停的活动多了，人就开始发累，然后就感觉到自然的发困，进入睡眠。拒绝睡眠而死亡的人不存在，再加上拒绝睡眠是不可能的事儿。人的毅力多么的强大，不可能战胜大自然的庞大的力量。谢谢大家。最后我向大家说的是，因时间问题，我的 YouTube 汉语版暂时向大家告辞段落，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分享。